主后2023年10月23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求你除掉阮的见笑。圣经咱做来听读，以赛亚书第3章16节到第4章第1节。上主讲，因为錫安的女子遐尼骄傲，行路颔棍寸长长，看人驶马尾，结姿势踮脚行，脚悬轻轻叫。所以上主要互錫安的女子臭头生疮，要互因下体露现。伫迄日，上主要除去因一切水的装饰品，脚悬、头毛毛、月眉尖、耳高、手悬、面皮、头巾、脚链仔、花带、香鸭、平安符、手指、片环、礼服、外套、褂裙、皮包仔、手镜、有满布的内衫、礼帽以及满身躯的裙。香味会变做臭味，草的色代替腰带，水头毛会变做光头，下满布代替穿高级衫，美貌会有烧着的上热。錫安的查甫人会死伫刀下，伊的战士会伫战争中死亡，伊的城门会悲伤哀哭。錫安会互人北光光坐伫涂骹。伫迄日，这个查某人会牵调一个查甫人讲：“阮要食家己，要穿阮家己的衫。毋过，请互阮归属你的名，互阮免受嫁袂出去的见笑。求你除掉阮的见笑。”每当咱拍开电视也是网络，总是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广告。特别伫网络世界，当咱对某项物品感觉有兴趣，点阅了后，无偌久就会出现更较侪相关的广告连结来吸引咱。这就是大数据的功能。这个广告往往标榜超值的享受，刺激感官，亲像买着买着，行街路过，毋通错过。毋免在意天长地久，干那在意你捌拥有。等等这类的广告标语，也带来一波过一波的潮流和趋势。广告内容包罗万象，对普通基本款到豪华限定款，拢总有。这种毋惊你袂买，就惊你买袂着的妖恶行销，对现出时介意浏览逐个网站，对种影音频道，对着网红的人，无分男女老幼，无一个无受到影响。回头来读今仔日的经文，就通发现，原来今仔日的社会风气，就亲像先知以赛亚的年代共款。人介意虚华，爱追求车花，爱高消费，炫耀排场，爱结派头，现今甲古早做对照，除了科技文明无共以外，其他差别无真济。数千年来，对倒的人性并无偌大改变。上帝照着先知以赛亚讲出警语：当人忽略信仰的实质内涵，无搁再倚靠上帝，反倒背逆上帝，远离上帝，弃杀上帝，一味军队流行，受世界价值观影响随波逐流，天罚就必定来到。
当人无搁再信靠上帝，干那伫追求家己所要爱的时阵，上帝就会夺去人所倚靠一切，财力、武力、势力、权力，拢要失去作用。上帝要将遮个一项一项夺走，直到空空拢无，为着要互人知影，伊才是上帝，伊才是人所着倚靠的。当人掠做家己无搁再需要上帝的时阵，其实是上帝离弃人，外面无搁再用笑面来看伊。你明白即个信仰的原理无？亲像开车出门以前，为车导航需要重新定位，咱的要搁再出到话语来校正。试想，咱逐日用偌济心思伫追求物质享受和满足欲望，咱搁用开偌济时间伫亲近上帝，追求属灵生命的建造咧？咱敢有行伫上帝教义的道路无？还是随从社会行家己的路？当囡仔的补习较济过督促囡仔来教会主日学来青少年团契的时，当咱对教会生活无烧无冷，甚至抱怨连连的时，当咱宁愿开大钱食好料，却连小钱也毋愿奉献的时，上帝管教就要来到。因为咱已经离开信仰的本质，失了信仰的精神，上帝的话语要像分，咱行正路，除掉咱的见效。默想，伫生活中，我所靠势是甚物？若甲遮个摕掉，我还有剩甚物？伫生活中，我所靠势是甚物？若甲遮个摕掉，我还阁有剩甚物？咱来祈祷，天父上帝，求你除去互我甲你分隔的障碍，就是俗世的肉体情欲、目睭的情欲，甲今生骄傲的罪。求你互我知影，遮个拢毋是对你来的，是对世界来的。求你互我重新回转向你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免。愿上帝赐福你。